不至于哭吧，我感觉很反感这种事情。其实妈妈不需要内疚，怎么解决问题咱怎么来。我这人就是这样，比较直接，该怎么样怎么样呗。我和他就是离婚的，价值观不同吧。他妈妈叫我看来说就是大手大脚，说不好听的，一个擦屁股纸我都算计的人。我说你给我天天大手大脚的花钱，我说这我能受得了吗？从孩子生病到现在将近6年了哈。其实说实话，我们就是一直在奔波到求医的路上了。你也知道，这个不管是各个方面的费用来说，对于这个家庭来说，其实都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负担。他爸爸现在也没有劳动能力，他爸爸也是这个病。